后来乡亲继续来讲，这个斑马线一般拢是一路到底一个直线，中华即摆是设置这种异形的斑马线，为路口退求5公尺到8公尺，增加驾驶甲行人应变的距离，减少冲浪。这个中阁增加一个庇护岛，会当互未赴过大路的老人甲囡仔真安全踮伫个庇护岛来等待后一个车顶，嘛要来测试看这款的斑马线是毋是会当减少车祸。 过大路行斑马线，行到路中安全岛岔开去，加做一个庇护岛，要等一个月才会当继续向前行。这种斑马线有2个特点：斑马线离路口退求5公尺到8公尺，会当增加驾驶甲行人双向的视线甲应变的时间。老人或者囡仔过大路变红灯的时，会当踮伫中央的庇护岛等下一个车顶。 不需要一口气的穿越马路。一个有一个缓冲，我还你会当底下稍微等待一下，看左右来车。比较不会有跟车子、摩托车、机车就是混杂到。也有袂少日头早的过大路，头拢试咧回手机啊。传统的斑马线就是安尼直直一条，拢无咧看路，容易发生车祸。这种形体斑马线行到中，一定要停落来，等一个月才会当继续行，卖当改善过大路的时，一直咧回手机的歹习惯。 目前，中华管府成立元林市2间病院前试办种斑马线，若是会当减少行人行斑马线过大路去车龙的意外，管府就会扩大实施。